弟兄姊妹平安，願神嘅話語常在我哋心裏。我係鄭義務傳道。今日所讀到嘅經文係記載喺耶利米哀歌4章。讓我哋先安靜自己去閱讀一篇經文。同前3章一樣，第4章呢同為字母 C， 全章共22節，對應住希伯來文22個字母。呢一章內容可分為3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從1至到10節，先至描繪咗一幅耶路撒冷喺戰亂之中慘絕人寰嘅景象。黃金失光，嬰孩飢渴嘅慘況，錫安嘅貴胄面貌發黑，外形變得肌瘦枯乾，同埋慈心婦人親手烹煮兒女為食物等等嘅景象。呢啲嘅景象真係讓人感覺到心寒絕望。第二部分11至到20節，先至道出咗耶路撒冷今日要落入如此光景嘅原因。第一，佢哋過分自信，唔相信敵人有一日會進到佢哋嘅城門。第二，領袖失職，先至祭司犯下罪孽，流咗義人嘅血。第三，錯誤倚靠外邦人埃及嘅拯救，而非尋求真正幫助到佢哋嘅，佢哋祖先所敬奉嘅耶和華神。最後21至到22節，先至預言神對以東嘅審判，並對錫安賜下安慰，先至向住在烏斯地嘅以東民講，叫佢哋即管歡喜快樂，但苦杯也必傳到佢哋嗰度去，佢哋最終都會被羞辱。最後22節，預言錫安嘅以色列民所受嘅懲罰會有一天將會停止，神必不使到佢哋係被擄去。公義嘅耶和華神必追討以東嘅罪孽，顯露佢哋嘅罪惡過犯。今日嘅經文對我哋有咩提醒呢？第一，罪會帶嚟嚴重嘅代價。經文描述耶路撒冷呢一刻嘅景象，真係讓人痛心。特別係慈心嘅婦人，因着飢餓嘅緣故，要親手烹煮兒女為食物去充飢。作為母親，要親手烹煮兒女，呢個係一個人性嘅泯滅景象，真係讓人心寒。耶路撒冷嘅領袖人民唔相信敵人有一天係會進到佢哋嘅城門，讓佢哋落入如此嘅光景。人活喺罪裏邊，好多時亦都係沉醉於享受嗰種罪中嘅快樂，而冇想過，亦都低估咗罪所會讓佢帶嚟嘅代價。第二，神公義嘅審判，以色列領袖、先知、祭司犯罪，佢哋冇帶領教導人民走喺正確嘅方向上邊，流義人嘅血被佢哋血所玷污，人民沉醉喺敗壞享樂嘅之中。耶和華倒出佢嘅烈怒，喺錫安使到火着起，燒毀錫安嘅根基。除此之外，耶和華嘅審判亦都臨到烏斯地嘅以東嘅民。喺耶路撒冷被攻打嘅時候，以東落井下石，幫助巴比倫洗劫耶路撒冷。今日雖然耶路撒冷落得如此嘅田地，公義嘅耶和華神也必追討以東嘅罪孽。第三，神先係我哋最終嘅盼望。以色列人竟然去盼望依靠外邦人嘅幫助，
脫離困境，而唔係悔改認罪回轉歸向神。神先係佢哋唯一嘅依靠。佢哋雖然落喺呢個嚴峻嘅境況，上帝嘅看顧保守仍然係臨到以色列民。弟兄姊妹，今日若果我哋仍然係犯罪，我哋必須要把握時間悔改回轉歸向神，求神施恩憐憫。或許你嘅敵人仍然喺度逼迫你，你亦都無需氣憤介意。若果佢真係不義，佢亦都逃避唔到上帝公義嘅審判。或許今日你我落入喺百般嘅困境裏邊，但係仍然要深信、相信神呢係愛我哋，佢先係我哋最終嘅盼望。我哋同心祈禱，慈愛公義嘅天父，感謝你揀選咗我哋，讓我哋能夠得着你寶貴嘅救恩，作你嘅兒女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哋嘅罪，讓我哋呢都時常謹記要回轉歸向你，你先係我哋唯一嘅出路，最終嘅盼望。我哋咁樣嘅祈禱，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們。